慢性痛症咧係指身體持續或者反覆出現3個月或以上嘅痛楚，成因咧就包括受傷啦、手術後啦、關節嘅勞損退化或者慢性炎症等等，呢啲都會引起長期痛楚㗎。其實情況都幾普遍㗎，喺香港咧就有70%、60歲或以上嘅人咧患有慢性痛症。值得注意嘅係咧，一般人咧會將痛楚咧解讀為身體上嘅損傷，但其實慢性痛症咧都有機會導致嚴重嘅負面情緒，又會令到社交啦、活動同埋生活功能咧出現障礙。呢啲反過嚟咧又會令到個痛症犀利啲，咁身心互相影響之下咧就會形成慢性痛症嘅惡性循環啦。患者咧因為工作同生活上嘅種種不便啦，加上過度專注於痛症，令到佢哋好大精神壓力，導致會失眠啦、情緒低落、諗嘢好負面咁。嚴重嘅話咧，仲會有焦慮同抑鬱嘅情緒。漸漸咧，家庭同人際關係咧都可能會出現問題，令到患者好多時覺得比較孤單同埋缺乏社交支援㗎。要處理同埋適應慢性痛症咧，我有3個建議。第一個建議咧就係多做鬆弛練習，維持健康生活啦。例如學習靜觀呼吸、身心鬆弛練習等等，亦都可以咧盡量維持健康嘅生活模式，維持返以往嘅嗜好啦、體能同社交嘅活動。記得唔好用煙酒呢啲不良減壓方法喎。唔少痛症患者咧就因為痛而減少活動，但係太長時間嘅休息咧，反而會令到肌肉繃緊，甚至逐漸僵硬，仲可能會痛多啲。而患者咧都可能自覺身體越嚟越差㗎。就住呢一點，我第2個建議就係要學習接受痛症同痛症共處啦。鼓勵患者咧嘗試學習接受痛症啦，明白有時真係斷唔到尾或者揾唔到成因，都可以嘗試同痛症共處嘅。平日咧就要接受自己嘅限制，量力而為，但係都要避免太長時間坐或者瞓喎。最好咧就保持身體有足夠嘅活動量。可以嘗試由輕鬆啲嘅舒展活動開始啦，慢慢克服因為痛症而長期停止活動呢個心理障礙嘅。保持正面思維，正確認識慢性痛症咧，正正就係我第3個建議啦。其實唔少嘅痛症患者咧都認同咗痛係冇辦法控制呢一個諗法。不過咁諗咧係會減低咗自我管理痛症嘅信心，仲會令患者咧產生沮喪啦、無助嘅感受，甚至會諗住放棄治療添啊！不過除咗正確認識慢性痛症之外咧，患者對治療都應該有啲實際嘅期望，嘗試留心下病情嘅微小改善啦，感恩家人同朋友對自己嘅支持，亦都可以選擇欣賞自己同埋醫護人員付出嘅努力，呢啲都係保持正面思維嘅方法嚟㗎。其實慢性痛症咧受好多因素影響，有時咧即使患者已經好努力，但係治療同康復過程咧又未必一帆風順嘅喎，有時又會痛多啲、痛少啲，甚至病情都會時好時壞。家人咧平日就可以多啲體諒患者嘅狀態同心情，欣賞佢哋喺過程裏邊付出嘅努力，多啲聽下佢哋嘅心聲，咁就可以支持同關懷到佢哋㗎喇。為咗避免患者長時間糾纏喺痛症嘅問題上咧，家人都可以喺適當時候帶佢哋跳出生活嘅框框，例如鼓勵佢哋盡量維持返以往嘅興趣、社交同埋工作嘅活動，等佢哋嘅生活咧更加有意義同埋趣味㗎。